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际疫情小可较回，国际油价嘛对咧回。若咱国内的油价后礼拜一嘛要对咧调起，这个汽柴油一入是起3块，像这个95汽油，就为20.6块起到21.9块，若是加到满50公升，就要加付65块。雨够大，共款真侪人伫遐排咧要加油，因为油价要搁起啊！汽柴油的计数后礼拜恐惊会搁起1.3块。油表咧跳，这驾驶人的心肝头嘛对咧皮肤彩。国内油价估计连续4礼拜要起价，依照中油油价公司估算，后礼拜开始9日汽油一粒会为19.1起到20.4块，95汽油会为20.6起到21.9块，900的为22.6起到23.9块，柴油嘛为16.3起到17.7，也就是讲，若是以95汽油来算，加50粒，后礼拜都要加付65块。这加4月底最近油价上涨时阵，95一粒17.6比较起来，加50粒都要加纳215块。一天营业额都开不到1500啊，还要油钱，那你剩下多少钱？油价一直起，民众真有感觉，也毋过某人感觉讲是进前伤过头上。我觉得还好，还 OK 的。疫情较回，未少国家豆豆解放原油的需求量就增加，致使讲国内油价起价。以95汽油来讲，4月27迄一礼拜一粒是17.6，即摆一直起到20.6，后礼拜恐惊会起到21.9。油价无通过遐俗啊！提醒乡亲，若无希望讲加开钱，礼拜进前就要加去加油。